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真出名的連鎖餐廳鼎泰豐來宣布，22號，也就是後禮拜一開始，部分的餐點要調起價數。像這個小湯包，一粒是起1塊，為28塊調整到29塊；啊，那蝦仁炒飯，為300塊調起到320塊，平均起價幅度是5%。小湯包的外皮粒18斤，煎包的厚度嘛可能愈粒愈散。鼎泰豐宣布，因為宣布了燃料等等營運成本繼續抬起嚟，為6月2日後禮拜一，部分餐點繼續做調整，預計平均調差不多5%。小湯包每一粒起1塊來到29，蝦仁炒飯300起到32，大粒醃的蝦仔變色起10塊愛24，小菜費82起到83。這嘛是鼎泰豐讓2年各一擺起價。最喜歡吃它什麼？小籠包咯。小籠包，小籠包。其實美國也有吧？美國有，大概3倍吧。美國已經漲了，因為我們那個通膨厲害。吃過美國的以後，你就對，我們還是賺到，回來吃機票划算了。那以鼎泰豐的核心客群，觀光客啊，這個商務客，是這個時候呢，如果今天好像觀光客跟商務客，其實對價格是比較沒有這麼明顯的反應。透早11點開始做生意，鼎泰豐門口已經請我真濟外國人客摕號碼牌在咧等等。外國人客比例就要8成的鼎泰豐，第一線走對員工，掛機愛有2部7人。薪資福利最有感。頂個月，鼎泰豐則宣布，全部的員工平均調差不多3.5%，嘛創下小連續逐年加薪水，累計調超過25%。包括社會都這些換走開的員工餐福利保險，會當多佇休困，賣當獵人放輕鬆，都是希望人客來遮就親像佇咧行走卡，生意愈做愈大。